那第二个是语句的书写，那语句书写里面它会出任务型的题目，或者要求写造句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造句，它会给2个或者一些关键词，那你就从这个关键词里面呢造出一个句子，但是这个句子必须要是以客语的汉字以及客语的语法来书写。例如说我们所看到的题目中，这里的范例莫讲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这里我们来想说莫讲100就是1000也不卖。这个答案的意思就是说，别说100，就算是1000我也不卖。它的莫讲就是别说的意思，就是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，莫讲100就是1000也不卖。所以考生在写这种造句的时候，必须要了解这个关键字的意思，你才有办法非常道地的写出我们所需要的句子。但是请注意，你的答案里面字数不可以超过25个字，包括标点符号，但是也不可以太短，以免会影响你的得分。第二题是任务型的问答，您必须要依照我们的题目写出你的答案，这个答案呢是必须要完成任务的。例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题目里面，朋友请天数出门前抢写一张纸条的留法本府行人本意的安心。他的题目的意思就是说，朋友找你去帮忙，但是你要离开家里之前呢，你要留一张纸条，让家里的人知道你去哪里，让他们可以安心。那这个字数最少要有25个字，而且重点是不可以抄袭题目里面的一些语句，甚至于直接就把它改写，这样的话是得分是非常低的。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，答案是阿妹阿敏请我去业务下向他读书，我吃饭前会回来，不是少啦。你看哦，他是找你帮忙，他找你帮忙什么事呢？也许是一起在他家里读书，他可能要请教你功课。那你为了要让家里的人安心，你要交代你回来的时间，以及交代他们不用担心。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参考答案。阿敏请我去业务下向他读书，我吃饭前会回来，不是少啦。这些答案仅供大家在参考，但是您在真正面对考试的时候，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写出你的答案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语句的书写，它是要我们来翻译题目呢，它是用华语写出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翻译成客家语，而且必须要用客语的汉字来表达。例如说这一题，阿姨每天只要有个包子或是一颗饭团就够了。阿姨每天只要有个包子或是一颗饭团就够了。首先我们看到它一样会有一些关键字，让大家来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翻译。只要有这个词，我们在客语里面是必须要用黑油。每天客语里面呢是讲成当日或者明日，当日或者明日这两个你只要写出其中一个就行了。或是这个在客语里面呢会变成压黑。最后请考生们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关键字就够了。这个够在客家语里面我们就用拉，就变成就拉诶。这个拉非常的罕见，也比较难写，请大家多练习。所以我们提供的参考答案是，阿姨当日还有包诶，也是一粒饭团如拉诶。阿姨当日还有包诶，也是一粒饭团如拉诶。